我是阿雄。专家有地位的，讲咱出来得有5个人。是来到本节目挑战阮的题目，过5关拼奖金上侪35000，请你早登去哦！好，来介绍咱两队来宾，我一名先，阮台语的好朋友，哎呦谁那是台语的好朋友爱介绍一下来问咱的队长哦，来爱希。欢迎我是爱希哦，谢谢秘书记啊。无我头一个知影爱希是安尼叫，哦，安尼我唔知伊第一要安怎讲。了解，爱希，爱希嘿，真好听哦。爱希嘿，今日你是队长哦。嘿，好，来先介绍一个台语的朋友。好来来，好，来咱的队友。大家好，我叫嫂嫂。嫂嫂，你是嘿工作工工作嘿做工课。做工课的时阵熟悉的啦。哦，所以讲有讲台语哦。伊真牛呢。已经老。哦嘿，伊是牛的迄个。嘿，欢迎你哦。好，来讲啥去？大家好，我是 Erica。 Erica 嘿，我是爱希的朋友，嘛是工课的时阵熟悉的。伊是大学生。大学迄个时阵阮就熟悉啊。哦，差不多同期啊啦，拢会真好的同事对啊。伊即摆做 YouTuber。你在做YouTuber。是欢迎你哦。好，来讲啥去？大家好，我叫小婉呐。嘿，我叫艾希，是伫咧工课顶管熟悉的。嘛拢伫工课顶。我台语是叫阿妈学的。是欢迎哦，小婉。好，来讲啥去？大家好，我叫小胖，我甲爱希是拍电动的朋友。拍电动网友。好，欢迎你哦。欢迎，好，来换恁这边啊。是，你那边是爱希，阮这边呢队长叫做阿希，欢迎咱的队员，花头一名。好 Hebe， 我是阿希，我的本名叫做林玉萍，教育的育，教育的育，品质的品。林玉萍，玉萍。我唔知伊啊讲台语你呢。讲了真好呢。真的吗？是啊，袂歹哦。敢若会遐尼尔。你是倒位人？我是家人人。哦，家人应该是拢大部分讲台语的。对啊，阮阿公阿妈、阮爸爸妈妈拢教我讲台语，啊讲咧，因就对我讲国语啊。是安怎？就因为因就甲我哄起啊，想讲吼真听无。哦，哎呀，爱接甲因讲，对啦甲因讲咱台语就会愈来愈啊，对咱的迄落啊嘛，工课嘛是真好啊。对啊。那有一天咱就接到台语的戏咧。对。嘿，爱讲一两句啊台语，啊要安怎？所以讲我一直就想要来专家有智慧，想要来参加秘书记啊，甲上过的节目。是。啊，毋过我一直练习，练到敢若会晓即摆安尼尔。今日做队长哦，加油哦！吼，带你的队友来哦，应该拢足强的吧？哦，因带我来的，因真是大师。啊，你厉害！好，来介绍你的队友，来。大家好，我是气势一把台语破牌的爱丽。哎呦，这个熟悉呢啊！爱丽，你足有气势呢。是爱丽平常是爱工课是啥？我是咧做迄个舞拍演员，我拢舞替。哦，舞大贴心啊，嘿，就拔落水的啊，拔倒的啊，布仔啊，唱大的啊，嘿。好，欢迎你啦！来讲啥去？这位是。大家好，我是贵港营养单收厝水包租公阿修。是欢迎阿修。好，来讲啥去？大家好，我是校长兼共建的迄个社区总干事。我叫静英啊。好，欢迎你哦。好，来讲啥去？大家好，我叫苏明良，我是驶迄个。司机啦，为小只车驶到大只车，啊嘛，还有咧街啊哦，街头迄个表演，嘿，家哦，街头艺人，嘿，是欢迎你来哦。好，今日来介绍咱的台语国文老师。欢迎今仔日的国文老师林淑琪林老师。大家好，我是淑琪。学台语当着时，会讲会听，互你百面摇。百面赢，一定爱啦，两场拢爱百面赢啦。好，今日的第一回合资格赛开始。4字斗一字，主持人出题目，题目有4个字，但你拢会当甲中央的答案斗出一个台语词，只要斗出正确的答案，就会当得到分数。上尾啊，分数上悬的家庭就赢咯。嘿，
字斗一字。哎，大家做伙想，嘿，啊分数哪算？咱这回还有3题， 3题哦。分数较高的队伍会使得到奖金5000块。哦，5千哦，先提起来哦。好，啊，搁一个爱注意的就是讲哦，我若讲请手答，咱就紧的写，写完就紧的试哦。答了才会使写哦。好，好，来开始哦。上个咱请出题。请问什么味、什么酸、什么闪、什么精呢？哦，味酸闪精哦。好，来咱请手答。开始写，开始写。来，紧的写哦，紧的试哦。来，咱这边看头迄边。来这个。来，阮的答案是走。走。我今仔日透早啉一杯走味的咖啡。哦。过来，过来。阮翁逐工下暗拢会走整去。你写拢无紧，啊写要你去房间就抽筋，安尼安尼。好来，啊山咧。山。翁你讲一个好啊。迄好啦，了手大吼，啊土石流较济就会走山去。哦，有这有真危险嘛。好来，搁一个。闪。鸡啊路，迄什么车秀秀桥，我呢闪到这根本闪袂离，走无路安尼嘿。走闪。是。好，来我问老师哦，老师走对唔对？对。来分数。容易得到1分哦，厉害厉害。咱来听老师解说哦，来老师。咱这4个词，第一个走味嘛，吼，伊讲下早啉一杯走味的咖啡，就是失去原来的味啊啦，吼。好啊，第二迄个走山吼，走山，比如讲咱若地动啦，吼，啊是啥物崩山啦，啊拄则因为讲到一个土石流嘛，吼，土石流叫做水崩山，大水互山崩落来，吼，叫水崩山吼，拢会互咱的这个山区的这个啥地形改变，这叫做走山吼。第三个走闪，吼，走闪就是闪避啦，吼，闪躲，比如讲啊，我即久无闲啊啦，袂走闪一啦，哦，就是走不开，啊，咱买当讲啊，这件代志啊啦，你无法度走闪啦，你没有办法置身事外，哎，所以无讲意思哈。是总干事啦，有代志拢无法度哦对，伊就无法度走闪，对，真好。哎，啊，上尾这个走精，好走精，哦，比如讲，啊，毋是啊，这个走精。哎，这怪怪啦，吼，迄个走精是对的，啊，毋过解说了怪怪哈，比如讲，迄个有的人吼，一支喙食无停啦，吼，啊，甲毋运动。啊，咧古来新宅的那走精去，就是会走样的。哦，所以咱4个答案：走味、走山、走闪、甲走精。嘿，好，探修哦。好，来，上位咱请出题。请问什么理、什么色、什么面、什么批咧？理、色、面、批哦，中到底什么字咧？来，咱请手答。来，写好，紧来试哦。想讲没？想讲没？什么理？什么色？哦，哎呦，来，花头一面。像想到才搞。爱你，我爱你哦。来，爱你，你先讲一个。看这个情势，阮这队就要赢。哦，情势。好，来，过来，我来一个。我即马拢无咧写真批，因为我拢用赖。真好，好来。我看到主位的看到主位的前面，嘿，阮就爱较迄落配合的，配合的，哦，前面呐，好来好，搁一个你经理，咱吼做人嘛，拢啊合情合理，含这情理。这迄个款的，人这着这讲话这大只，这徛说迄个款的，这徛起啦，靠气势啊啦，是，好，讲了真好，来老师，安尼对唔对？真赞。好来分数，容易得到第2分哦，有够紧的啦。好来，咱请老师来解说。好来，拄则因迄个精细吼，解说啊真好吼。迄个讲，因讲看这个精神特别赢，咧打第一阶段尔啦吼。来，也是讲迄个我记一个啊，比如讲，迄个即马真侪人真少选举有无吼，真爱出来和人选啦吼。啊，毋过呐，要出来，伊要出来甲人选举，毋过看这个精神敢若无介好哦，可能迄个伊的得票率袂介悬吼。比如讲安尼吼。啊，第二，因拄则有讲到迄个金批有无吼？金批吼，这就是咱的情书嘛吼，咧写爱情爱批吼。啊，第三是咱的这个正面吼，正面看人的啥精分呐，啊甲
民主，叫做人民吼。啊，上尾这个真理就是咱做人的啥，人情甲义理啦。吼，所以咱讲做人爱捌啥真理吼。以上吼，真批、真实、真面甲真理。好，来，共款哦。上个，咱请出题。请问什么空、什么想、什么变、什么开咧？空想边开，中到底是什么字咧？好，来，咱请手答。哎呦哎呦，来哦，加油加油！哦，来，换头迄面。都是想想到的最后。大家拢爱你啦，一定爱你啊！我看吼。就厉害咧。是，爱你有够厉害啊！来，爱你要先来讲一个无？我台语其实无啥好呢，不过我大多就想到讲迄人若是咧破病的时阵是上艰苦的，所以我就想讲，敢会是破所以厉害诶，因为我头壳是小可破壳啦，所以你想会到我真正感觉就厉害。大家咧真注意，阮某甲对练的时候，我会破上面叫站到来。哎呦，首先就破上去啊！别乱讲啊！来，搁一个。破开哦，阮社区定拢有迄个物件破开去的。我拢爱处理修理哦。我是哦，是，来，我来问老师哦，破对唔对？好，恭喜，有够厉害！来分数。恭喜得到第3分哦！哦，那会这紧叫够紧的呢。好，来，咱听老师来解说。好，有够厉害哈！来，这个第一个破空哈，破空伊就有4种意思哈。第一种伊就是破洞，比如讲这领衫有一个啥破空，有一个破洞。第二个是做动词哈，比如讲摆路啦哈，含迄个逼空的意思同款。比如讲伊做的迄件歹代志，早晚的安那会破空，就是早晚会逼空的意思哈。第三种意思是，比如讲迄个破绽，吼破绽，伊爱找人的啥破空，啊，甲人闹困，啊，这破空就是破绽，吼。第4种意思是咱的空喙，空喙意思，伊骑车跋倒，所以骹头有一个啥破空，就是空喙的意思，吼。后来这是破空。第2拄则讲破相，比如讲车祸受伤的时候，有的人安那。啊，愈到安尼面拢偏啊，迄个也是目睭倒遮，咱的五官也是啊，亏骹也是亏手啦，这就是啥破相，就是残障啊，吼。来第3个破病较简单，就是咱生病，吼啊上尾这个破开也是破开，用轻声来读就是破开，吼。就是甲物件甲安那，甲伊分割切开。比如讲，迄钱筒啊有无？咱欠一个钱筒啊，啊，咱若要甲内底钱摕出来时，咱先甲钱筒啊哪？甲对，甲破开，也是甲破开，两个音拢会使。吼，啊，以上这4个就是破空、破相、破病、甲破开。哦，好，谢谢老师。好，来，进来看分数。来，咱先看咱这边台语的好朋友。台语好朋友，看起来台语甲伊唔是好朋友哦。哎呀，起码0分。先保持一个爱心嘛。爱心。啊，那咱会欢喜的咧。哦，今嘛有3分哦，足欢喜的。所以讲5000的奖金你对边？伫咱的欢喜的这边，恭喜！不要紧，唔通会记哦。今日咱的第2回合，手答定歌机。手答定歌机，2队派出1个人来手答，讲出正确答案的人就会当得到分数，隆重进行5条题目。嘿，手答定歌机。台语安怎讲？哦，台语今日要讲啥咧？哦，咱的这个外国朋友 Kevin 这边吼去平湖、黑湖拢会使吼，去看迄个无共款甲台湾无共款的所在，要来问大家一寡趣味的物件，台语安怎讲？哦，啊，伊的分数哪算咧？咱这回合吼有5题，嘿，得到较侪分数，迄队得到奖金1万块啦！哦，加油！来，咱台语好朋友一定要加油啊！咱甲变盘啦！好不好？嘿，啊，那这边咱嘛是继续加油哦！中弹数，
好，咱即马第一位已经起来啊，就是总干事。啊，阮这边的 Erica，伊是上好打的。Erica 频道拢咧介绍刺激的娱乐设施。无唔对。好，来手放喺另个顶面。来，听我讲，请手搭咱带当试哦。吼，咱这边要紧日甲分数提起来哦。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今日这个来我是第8岁来 Kevin。啊，今日是吼，安尼有时种来到国外感觉，啊，毋过无，我伫台湾的澎湖。好，啊，恁看嘛，我这后壁吼有这个跨海大桥，你敢无感觉足气势、足赞的安尼？好，安尼咱来看嘛吼，澎湖这有啥物有趣味的代志对无？好不好 ？Let's go。各位观众朋友，确定吼，咱要来坐船。我知影吼。有一寡人咧坐船的时阵吼，会感觉无爽快，因为迄个船吼一直摇来摇去，摇来摇去。所以有一个方法就是咱会当食这个晕船药。晕船药吼，你若食的时阵，咧坐船较袂安尼遐尔啊无爽快。我今仔要来出的题目就是晕船药的台语安怎讲呢？请问晕船药的台语安怎讲呢？晕船药啊，晕船，晕钱，晕强。这叫做啥？船，晕船药啊，头晕药啊。哦，确定。好，来，我们老师哦。出来佚佗，定定拢会准备的药品，伊的台语是咩咧讲咧？是晕船药哦，吼，伊的台语哦。来，咱请手答。哦，来，总干事。头晕药啊，头晕药啊，头晕药啊。哦，确定。头晕药啊。好，来，老师头晕药啊对唔对？头晕药啊，就歹势咯。哎呀，有当时啊，来，机会来啊。骷髅背起来读下去，那是另外一种药啊。昏船药啊。昏船。伊怎么讲的？晕船，晕钱，晕强，晕什么？晕这叫做啥？船，晕船药啊！哦，快点，足紧。好，来，我们老师哦，来，老师是咪晕船药啊？晕船药啊，就对啊，恭喜！来分数，恭喜啊，得了1分开支哦！来，咱来听老师解说，来，老师。来，咱迄个拿晕车药，咱来讲晕车药啊嘛。啊，这是晕船药嘛，哈，所以得换做晕船药啊。哎，是，好，谢谢老师。对啦，应该是，我话你想济啊啦。哎，这你一定讲过啊。是，好，不要紧。加油！总算咱开始啊！好，有分数到，咱这边搁加油哦！好，来，咱今天换人。好，第2位阿喜也已经起来啊。是，家人。是。平常时啊，真罕你讲，不过你有听到阿公阿妈甲爸爸妈妈因拢伫讲台语。对，其实我一直拢感觉，我家己。以为我会晓讲，是，我一直伫咧做这个工课的时阵，别人听到我的台语，才感觉足奇怪。啊，毋过我是讲我会晓，结果我讲出来，别人听无。袂使讲听无，迄一个腔调。调什么？调，就是怪腔怪调啦。鸟哦。调。嘿，台语腔调。啊，男朋友也晓讲。我身躯边的朋友拢会晓讲，你嘛会甲我联系。但是伊来伊嘛无摕到奖金嘛。你讲迄个卖饮料的朋友对，足无聊的朋友。无路用。无紧，今日摕奖金等用。可以看一下。对，唔对，来。不过你即马对手哦较强哦，你足厉害的呢。小万，我台语嘛无足够。你讲了足好听的。自细汉就开始讲啊。对啊。嘿，啊伊迄个腔哦，就是较台南腔的感觉，加油。新奇哦。好，来手放在另个顶面，听我讲，请手答，咱再当试哦。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各位观众朋友，我今麦来介绍咱今仔日坐这架船的船长。大家来拍拍，欢迎华仔船长。
发财，请问一下，你驶船已经偌久啊？我开船啊已经10年啊。10年啊！哦，啊，你这是你平常时咧做的工课，还是你还有其他的工课？我的主要是咧掠鱼啊。主要是咧掠鱼啊！哦，啊，你昨天有出海？有啊有啊，我昨下才倒来呢。安尼哦，啊你平常时一般你若咧出海的时阵爱偌久？一届爱偌久？差不多3、4天。3、4天哦，遐久哦。哦，那真正无简单吼。啊，你昨天有掠到啥物较特别的鱼啊？昨下拢还是较大只的鱼啊？小竿啊。小竿啊？哦，所以小竿嘛有咧掠。安尼我要出题目哦，请问船长台语安怎讲？请问船长的台语安怎讲呢？是船长哦。船长哦。好，来咱请手答。哦，来小文。船长。船长哦。船长。哎，今麦刚才都无共款，确定吗？嘿，船长确定。船长。好，来老师是不是船长？船长就对啊。来分数。有可以得到第2分哦。好，来老师解释。好，来，你是台南人嘛？台南人。那照台南的腔应该是船长啦。船长。嘿，啊，迄个其他的所在，他讲船长啦。诶，比如讲台南迄个咱冰箱有无？吼，爱讲冰箱，就是一个样含一个样的差别啦。所以这条船长拢对。好，好，不要紧，2分啦哦。加油加油！咱这边搁加的哦，有机会哦，加油哦！来，今日换人。是第3位，就是咱的爱丽甲咱的小小。小小食古水啊咧。手放在另个顶面哦，听我讲，请手答咱才会当吃哦。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咱拄只吼坐船来到一个所在吼，你看，遐有一个岛吼，规个拢是海鸥。啊，咱拄只吼嘛咧摕物件互因食，咧等物件互因食吼，因拢嘛会规定不来食，你敢知？好，安尼我来出题目，请问海鸥的台语安怎讲呢？请问海鸥的台语安怎讲呢？海鸥的台语哦，来，咱请手答。好，来，小小，咱试看卖。海椒啊。海椒啊，是确定。好，来，老师是毋是海椒啊？海椒就歹势咯。哎呀，海椒太济种的啦，信天翁嘛是海椒啊。对，来，艾丽。海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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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音调无准。海鸥。海鸥，好，来，老师，海鸥你讲会当唔当？哎，会使。来分数。又可以得到1分哦，厉害！来，咱听老师讲，应该还有另外别种的讲法，哈。来，老师。拄只迄个因这边讲的是迄个海椒嘛，海椒足济啦，海边的椒足济吼，伊是范围较快。啊，咱的海鸥，你若直接翻就是海鸥，还是海鸥，两个拢会使。嘿，啊，其实还有一种更较好的就是海鸡宝，海鸡宝吼，啊，迄鸡有人是念鸡嘛，有人讲鸡，啊宝有人讲母，所以你要海鸡宝、海鸡母，哦，海鸡宝、海鸡母拢会使，吼，几啊种讲法，吼，再讲一遍吼，海鸥、海鸥、海鸡宝拢会使。好，谢谢老师。哎，来开始啊！对啊，厉害！好，咱都加油！好，来，今日换人。是，咱即摆大家拢伫讲厝，是安嘛？因为包租公啊。系啊。听讲几岁开始洗厝互人？26岁。26岁，啊，即摆有几间？即摆几间我就无好意思讲啊啦。政府即摆有迄落啦，囤房税卖哦，是。今日爱死穿足辣的呢。系啊，系啊，你看较只拼。哎呦，就敢若你会注意这，我即摆才想到。思思甲我讲诶，思思。哎呦，真正有影，恁这人实在是。思思。你这个一少年到有本钱，我先不，你绝对袂叫我讲洗鬼用。我会使洗了，我是，好，那拢看过啊哦。看过啊。吼，目睭拢饱哦。饱。咱就要开始啊。是。好，来手跟个两个点面条，我讲请手台咱会当吃哦。好，来咱请出题。哇，各位观众朋友。来到这个东屿片吼，上悬的所在吼，会当看到一个足水的风景，这好敢若是台湾版的马丘比丘吼。啊，今摆我来先邀请咱今仔日的导游来，华仔来拍波啊，欢迎一个。哦，这个所在实在是够特别的吼，安尼平常时咱台湾就看呢，像尔遐水的风景对不对？哦，
遐后壁遐吼，你敢知影这后壁遐是啥物？迄就是台湾海峡。台湾海峡哦，你敢知影台湾海峡的台语安怎讲啊？唔知呢。唔知，无要紧，咱来问咱的观众朋友好无？来，请问台湾海峡的台语安怎讲？哦，这困难。请问台湾海峡的台语安怎讲？是台湾海峡哦。好，来，咱请手答。哦，阿姨来。哦，来。哦，台湾海峡哟，是，哟，先手先赢啦。我本来就是要问导游，我一直想导游，结果台湾海峡是台湾海甲，不是，那是海角，台湾海下，台湾海下，我只个面色敢若唔对，台湾海甲，哦，台湾海甲，确定吗？应该是安尼。我问老师，老师是不是台湾海峡？我最想要有一分呢，迄湾个音甲甲变调一下，甲，台湾，台湾海峡，嘿，好，来老师对唔对？台湾海峡。哎呦，无简单。哎，袂歹咧，好，来分数。恭喜你的第3分哦，对你厉害哦。咱来听老师解释。好，来，因为台湾海峡是一个专有名词，所以咱前3字拢爱变调。哦。嘿，咱袂使讲是台湾的海峡嘛，伊就是台湾海峡。哦。所以迄个台语较困难的，就是讲咱若是讲台湾，这个词咱念做台湾。啊那台湾海峡伊是4字一组，咱头前的3字拢爱变调，所以就爱念台湾海峡。台湾。那这我的腔是爱念啦。啊，你若比如讲，咱若去澎湖，啊，迄个真特殊啊，因就毋是安尼念，因会变台湾，因会较加台湾，啊，因的海会变海峡，海峡扭起来，因会变海峡，对，嘿，所以有的人可能讲台湾海峡。好，谢谢老师。老师捌去做呢。没有台语的古水好听嘛，是迄个音啦，嘿，那台湾。就台湾安那念嘛，台湾海峡，你是迄个澎湖腔啦，嘿，是，啊你若嘛是晓念，会晓啊。哦，安尼你手无够紧，这个歹去啦。无唔对，好，来咱即马3甲1咯，加油哦，上尾一位哦，好，来咱今日换人，2位拢有专长哦，这边的阮是拍游戏，拍得真好，拍电动哦，吼，啊，阮这边是。开车开了真好，后来咱请出题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咱即马来到西极屿，咱大家最看我后壁，规排拢是玄武岩。啊，你敢有看到中间有一个坑？这个坑吼就是叫做海石洞。这个海石洞较特别原因，就是因为吼，伊这个洞的面顶哦，还有一个坑。啊，即马吼日头若拍落去吼，内底啊规个拢是蓝色，所以这个海石洞较特别。安尼，我要来出问题哦。请问海石洞的台语安怎讲呢？请问海石洞的台语安怎讲？哦，海石洞哦。好，来，咱请手答。哦，来。海石坑。海石坑。你搁讲海石坑。海石坑。好，来，老师是不是海石坑？这个有一点仔困难嘞。哦，当然无法尼啊简单哦。对，两个。海石洞。海石洞。海石洞，老师拄啊讲有较困难。对。是，你确定是海石洞？海石洞。海石洞。好，来，老师是不是海石洞？好，恭喜。来，分数。恭喜你的第2分哦。好，来，这种迄个海石洞吼，伊就是互海水安那一直安尼甲侵蚀啦，吼，侵蚀，吼，啊，迄个意思就是讲，互海水一直安尼甲刮啦，吼，啊，互水一直甲流去有无，吼，啊，形成的嘛，啊，迄个 Kevin 介绍的这是咱澎湖的蓝洞，吼，蓝洞啊，伊形成啥？咱的灶骹迄个
灶有无？灶灶迄个灶坑，所以因在地人是叫做灶人。灶人，嘿，因为咱这条题目毋是咧问这个灶人，是咧问咱的海石洞，所以无。其实因就是就因的形起好这个名啦。若就海石洞，咱就直接管做海石洞，安尼就海石洞，海石洞，嘿。是，好，谢谢老师。哎，有影无简单的。好，来咱请回看一下分数。好，先来看这边的哦。台语的好朋友，目前得到3分哦。啊，来咱这边花头那边的，嘛得到2分哦。嘿，所以全班考你倒一边。第咱的好朋友，恭喜！好，今日的第3回合斗阵拼输赢。斗阵拼输赢，拢总5条题目，两队家庭10个人斗阵上台回答，若是答唔对，就会失败。进行5题了，最后生存落来较侪人的家庭就赢咯。哦，袂歹，即马大家搁跳会起来哦，系啊，袂歹哦。嘿，咱这回合就敢若3个答案，就是 A、B、C。嘿，啊啦，咱烧钱的时阵哦，咱无可能讲全部的人哦，拢站喺头前，啊人一个炮拿过来，大家都拢有关系啊，对不？所以讲咱来甲这个风险就是该分散。是的。好，来，上个，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，台语伫咧讲的蛏啊，是咧讲华语的什么动物的 ？A. 尾鱼 ，B. 竹节虫 ，C. 老鼠。感觉就是藏一个物件安尼藏起来。哦，咱竹节虫安尼一个藏起来呢。咱这边拢是 A， 是什么人的主意？会晓回答讲係叫海石洞的迄位。哦，两个。蛏仔鱼啊，就是那个黑尾鱼啊。正确的答案是。蛏啊是咧讲什么动物的？讲过回来报你知哦。嘿，来，恁有10秒的时间。蛏啊，来蛏啊哦！加油加油！应该拢听过啦。对啦。无把咱就打分贵哦。是。好，来5、4、3、2、1。好，来时间到。好，来，咱请起答案。哦，咱来看这里哦。吼，这边的答案是 B A A B B。吼，这边是 A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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是选 B。竹节虫。竹节虫。嘿，因为蛏啊，感觉就是藏一个物件安尼藏起来。哦。咱竹节虫安尼一个藏起来呢。是。啊，小碗呢？C 的话是鸟鼠嘛，所以无可能啊。竹节虫的话，我是感觉伊最后一字是虫啦，所以嘛无可能，所以我才选 A。后来咱这边拢是 A， 拢是。像是什么人的主意？我有一个人会晓回答讲係叫海石洞的迄位。哦，两个。是2个。来问一下，你是安那感觉是？尾鱼。蛏仔鱼啊，就是那个黑尾鱼啊。哦，是。蛏仔鱼就是尾鱼。咱来看睇蛏啊到底是啥哦？是。好，来这边2个 A， 这边5个哦。加油。好，这边3个是 B 哦。是啊。咱来看这个正确的答案是。这边2条命留咧，不要紧，咱各有命，咱唔通硬去。来，咱比麻烦。好，因为这个尾鱼这种鱼啊，吼，伊的个性吼，伊真介意啊，规大阵做伙，啊，介意交朋友啦，吼，啊，所以伊拢会爱成群结队，安尼收来收去，啊，一尾对一尾，啊，敢若蹭做伙安尼，所以叫做蛏啊，也是蛏仔鱼。啊，拄则讲到的黑尾鱼是咱的蛏仔一种，吼，叫做乌昂蛏。哦，啊，可能恁较兴趣的是竹节虫，大家要安怎讲哦？吼，竹节虫2种讲法，一种是蝶马，吼，蝶马，嘿，咱的骑马迄个马，蝶马，吼，啊，另外一种直接翻竹节虫，竹节虫，好来哦，开始哦，上个咱请出题。
请问是安怎以早台南盐水遐会用放炮来赶瘟疫呢 ？A. 要提醒大家莫出门。B. 利用硫磺的成分来消毒。C. 要吓惊鸟鼠。哦，来，20秒的时间，嘿，是伫咱的台南盐水遐哦，用放炮来赶瘟疫。哦，到底是要呢？嘿，还是讲要去消毒？嘿，哦，是要惊鸟鼠。硫磺啊，对。嘿，啊，就是讲要惊鸟鼠。好，来，20秒时间了。哎呦，来哟5、4、3、2、1，好，来，时间到，咱请起答案。啊，未是，好来，咱来看一下哦。这边是 C 甲 B， 吼，这边是 B、B、B、C、A， 哦，拢甲 A 风险拢甲分开啊。嘿，无定着，咱就唔知这答案到底是啥。倒一个。好，来，咱来问一个小问，你选的是 B， 伊是台南人哦。嘿。按哥我唔知伊，哦，伊的意思嘿，是按哥我感觉是要消毒啊。是，啊那咱的迄个小肥肥，嘿，小肥肥，我是感觉讲诶，瘟疫拢是鸟鼠啊、鸟啊的原理的，所以可能是 C， 要甲伊吓惊走，就无这物件。好，来，啊咱这边就敢若你特别无定就是你哦。系啊，我就甲风险小分散一下。是，诶，叫咱莫出门，也是消毒，也是讲要吓惊鸟鼠。正确的答案咱来看一下哦，吼，来，正确的答案是。有3条命，好来，麻烦C，咱试一个失败。咱以早有一句热客话讲，王爷出巡大代志，吼，意思是讲地方若着这吼，就需要啥？王爷出巡来消除这个瘟疫啦，吼。啊，王爷出巡的时阵是毋是沿路的信众的一直放炮啊？是，吼。啊，因为咱的炮啊内底有一种成分叫做硫磺嘛，啊，若甲点到了后，伊有杀菌的作用，所以咱台南的盐水遐它会放炮啊来赶瘟疫。好，谢谢老师。哎，来，一条命，然后就3条命，1比3哦。加油！好来，小婉看你哦，咱个加油。好来，麻烦起。后一个。好来，上个咱请出题。请问鸡人的旧地名叫做鸡人，啊是安怎会号这个名咧 ？A. 以早遐饲足侪鸡。B. 和平岛的地形看起来亲像鸡人。C. 伊是鸡出来一块地。好来，恁有10秒的时间。哦。是到底是饲足侪鸡，还是讲伊的地形看起来亲像鸡，还是讲鸡出来地不地？来，5、4、3、2、1。好，来时间到，请起答案。哦，来小婉，你选的是伊的地形看起来亲像鸡，是毋是？因为以早的人拢会用迄地形嘛来号名。哦，所以鸡人就看来，敢若亲像一个鸡人伫遐呢。嘿，所以才叫鸡人。看一个 CBA 吼，来我问一个吼，好来，你的感觉是来，好，咱的总干事，你选的是？我甲小婉的想法是共款的，是，嘿，是，敢若和伊的地形，敢若鸡人，嘿，敢若鸡人。是，啊，那咱的好罗啊。包租公嘿，因为阮遮的分数够3个，所以阮嘛唔知到底倒一个正确的，阮就甲分散投。一人选一个，够一条命留的就好啦。你敢知影？你敢知影？我敢若有看过，真正因为迄地形看起来像鸡人。哦，好来 B、CBA 哦，咱来看一下哦，正确的答案是。B。C 甲 A， 咱试一个失败。16世纪的时阵，中国沿海的渔民吼，按行船经过咱台湾的北部，吼，啊，迄个看到鸡人港外海这个和平岛，啊，因为和平岛顶悬伊有一个啥，一个小小的这个山峦啦，山峦就是小丘陵，吼，啊，所以伊迄个形，吼，因为顶悬圆圆嘛。
好啊，所以远远看开吼，敢若咱咧砍一骹咧砍鸡仔的鸡笼，所以它叫做鸡笼，迄阵是叫鸡笼，吼啊，迄个后来经过分化，就毋是敢讲和平岛尔，是咧讲规个鸡笼，拢叫做鸡笼。鸡笼啊，这个咱即卖鸡笼是后来后来伫1875年清朝的时阵，处于的基地仓笼，它改做鸡笼，所以本来主体是鸡笼哦，啊，只一直到1875年，它改做鸡笼，啊是出这个基地仓笼的这个鸡笼的意思。好，谢谢老师。哦，安尼大家更较了解鸡笼啊！哈，好来。哇，恐怖！紧张！两位加油哦！加油哦！来，上个咱请出题。请问臭耳人后原话是咧讲倒一款人咧 ？A. 听无搁爱乌白团的人 ；B. 耳孔歹的人 ；C. 爱嫌东嫌西的人。臭耳人就是听无嘛，然后搁高原话。啊，但是 B 是耳孔歹啊。是啊。高原话就是讲甲话搁必倒变讲安尼。哦。正确的答案是。女神要来拼输赢咯，广告回来答案报你知。来，你60秒的时间。哦，高原话哦，吼，臭耳人高原话。是啊。到底是讲啥话咧哈？是讲一个爱乌白团的人咧。对啊，是讲耳孔歹的人，哦，还是讲爱嫌东嫌西的人咧。好，来5、4、3、2、1，来，真关键哦！来，咱请示答案。选的两个拢同款哦。来，我先问一个小问。臭耳人就是听无嘛，然后搁高原话。对，所以因为臭耳人听无，所以我就直接选 A 了。哦，是跟咱耳孔的有关系啦。对啦。哦，啊，但是 B 是耳孔歹啊。是啊。不要紧，来咱这边。伊讲的是迄个听无，搁爱乌白讲的人。因为伊后壁搁一句讲高原话嘛，高原话就是讲甲话搁必倒变讲安尼。哦，是就是弯来弯去的人。哦，好，咱来看一个正确的答案是。剩一个人啦。是，好来，咱先听老师来解说。好，来，我先来讲迄题目内底有一个词叫做形体。形体，什么是形体？吼，用华语来讲就是影射啦。我直接讲啊，咱用一句话来影射这种人，吼，叫做形体，吼。好，啊，臭耳人拄则咱两边拢有讲，吼，拢讲耳仔听无的人嘛，吼。啊，迄个这种耳仔听无的人，啊，伊逐摆吼咧听话的时阵有无吼？不管你听有啦，还是听无吼，爱为着啥？为着民主啦，顾伊的民主，爱着安那。家己讲啊，家己对，吼，所以啊啦，这种臭耳人高原话，就是咧形体这款啊，听无，搁爱乌白团啊，乌白讲的人。好，谢谢老师。哦，真刺激，不过咱唔好做这种人啦，是啦是啦。好，来，咱先来看分数，吼，看阮这边的好朋友。够一条命，恭喜！嘿，啊，来咱这边的咧，花头的咧，嘛够一条命哦，赞哦！啊，不过拄的，咱这届迄落2万块爱去在倒位？两边拢会使踏起哩啊！拢踏起哩啊！搭一边较悬。哦，咱即马吼，好朋友这边踏起了是3万块伊较悬哦。啊，来咱欢喜这边咧，差5000嘛有2万5啦。啊，不过嘛真高哦。对。好，来。要摕奖金无？加油！买吼，好，进来咱咧，小气我来排。俗语我来排，当中有5组的题目，大家轮流甲正确的俗语排出来，出的票数就会使换做现金，1票1000块，奖金就互恁全家砸转去。
小玉我来排。全家抢奖金哦！哎，都真正会变盘啦。有影有影。是，唔是袂晓。对啊。嘿，只是实力无摕出来尔。有影。嘿，来，讲者奖金偌济？因即摆奖金有3万块哦！意思就是讲有30秒。是的，有30秒。啊，唔过安尼敢有够？应该无够，因为一开始算来靠秒数，就靠1000一直扣咧。是。所以佮加30秒落去啦。60秒哦。嘿，加油！好，来，麻烦替我摆一排。摆一排。好，第一位。摆一排，不是当讨论。不，摆一排。偷看者，偷看者。爱送多紧哦。第2位、第3位、第4位哦。好，来60秒哦。加油哦！来，请开始。什么听雷记？这个啊，听雷。袂食5日这场，什么唔敢放。哦，哦，这个来，无比有春姑，无囝。头新妇。换所在啊？换。搁试一遍。搁试。再，系啊，跑，唔知，跑咧，新妇，唔知，紧嚟，新妇，好，这个来，来，人未到，什么先搞，好来，紧嚟哦，什么18啊，17啦，哦。真紧张吼，来，咱对台语字较无熟啦吼。来，第一个是啊听雷，有无？啊听无单雷讲嘛吼，就跟那外国人听无咱的台语，咱就讲安那，讲听无咱讲啥，我啊听雷。来，第二个袂食5日这粽，啊破油唔甘白。伫5日这进前，天气较无介稳定，所以咱的啥寒天的衫唔通伤紧收起来。第3句，无米有真躯。你念作躯吼，哎，咱咧真美迄真躯吼。啊，你无囝抱一个童养媳吼，要倒来做童养媳，做新妇啊，爱表示啥？这个人干来会晓空思妄想，无实在吼。第4句，人袂到，写成到，在形容讲话足大声的人吼。第5句，戆的有一项的，意思是讲，你搁较戆。哦，加减嘛有一部厝啦，吼，所以是咧，比如讲啥，天生我材必有用，和迄个一枝草一点露意思差不多。是，以上。好，来，咱即摆看者奖金偌济？咱即摆搁剩13秒，所以奖金有13000块啦。好，咱即摆今日去颁奖。来，今日颁奖。恭喜哦！恭喜恁！啊，毋过若咱这边咱就唔通演去，免演去，是安怎？互恁练习一下，恁后抓恁就搁报名来。是啊，拄啊，你看安尼佚佗无？好，试看卖。来，准备开始啊！小艺我来排，开始2、1。来，大家安怎？慢题，拢正确，我来换一个。做什么贴本？做钢筋贴本。哦，来，我你。丫头，什么三笑？来，正确。细汉头挽布大汉。头干布。啊，你无偷？哦。好。哦，无来，紧来哦。偷要先。是不是要先？先随便按一个。偷你就偷。看我正确过来。来，接我来。谢娃娃。碎娃啊，时间到。啊，安尼就袂当摕着。来，讨论出来，嘿，无唔对，这就是吼，阮的 app 免费的，嘿，免钱的，啊，你就加落啊，download落来，啊，就通慢慢啊，伫厝的练习，嘿，啊，那你也感觉练了袂歹，分数嘛袂歹，欢迎你报名，是，甲阮3万5的奖金摕到登去，好，今日谢谢咱的龚老师，哦，感谢咱辛苦的林淑琪林老师，感恩，谢谢。专家有智慧，互咱斗阵拼落去，互你大家拢欢喜。再会，后回再过来，嘿，加油！谢谢。第2摆后，第3摆就奖金啦。谢谢，哦，欢迎，再过来，谢谢。